俗语讲了好。哦，够要的啊，哥。叔，来，菜来啊！加饭，来吃饭喽！无规矩，啊，毋着看卖，大家拢转来要是呗，吼，无人教，放来。嘿，好吧。嘿，你煮一顿饭要煮迄贵咧迄排啊，我捌倒出腰的呢。哎呀，真正最妖的呢。小等一下啦，人就转来啊啦。阿妈你烧声的吼。无啦，我是较寒啦，天气我安尼咧烧声着。我是讲吼，迄菜安尼起来啊，对吧？安尼放伫咧桌仔顶，安尼就咧摕猪莫安尼用，放的。等人转来，真正囡仔真正是哦，唔知影规矩安尼哦。无啦，毋是是要等相啦。妈，我转来啊！阿哥等啊！阿哥！这久无看啦，好啦，坐落来，要准备食饭啊啦，哈。吃饭喽！等下，拜托诶，这阿哥转来，阿哥是安怎？阿哥嫁出去，嫁出去就是别人的啊呢，这对吧？恁阿公转来也未啊？哈，你是讲阮小弟因爸嘛？对啊，哈是转来也未啊？放的，等一下。哦，恁爸。啊是要等不啊，哎，对啊，下班啦。阿公，你紧点说啦，大家拢在等你啊。对啦，下班真辛苦呢。哦，菜煮到这青草哦，赞。咱们准备要食饭啊嘛。啊，对啦，哎，食饭真正是哦，无规矩，恁两个无规矩，你嘛无规矩。哎，啊你我生呢，我拢无甲你讲嘛，我拢无甲你教。爸爸等来啊，对啊。啊恁阿公转来未？啊恁爸爸转来未？这个实在是哦，这个啦，等一下啦哈。所以要等阿公哟。嘿啊，哎，阿公，阿公你遐，阿公你等啊，无规矩，头来啦，来太怎啊甲我闪过，搁人过，无啦，无我真欢喜的。啊，大家欢喜啦。哎，阿公，来，拢转来啊！今日食饭，今日食饭。你是咧创啥啊爸？我是要问伊讲，这镜头是这边，哦这边就去啦哈，咱再推阿公，你伊要叫我啥？爸，你啥囝？你啥囝？你会记啊？细汉的查某囝啦。我记得你会记上细汉。呀，拢咧等我等下做伙食饭。是啦，安尼算讲有对我有尊重。好，尊重啦，好，来，安尼食饭喽。等，咱厝的传统，要开始食饭之前啊，爱听士大讲话。对啦。一家伙要好势无简单啦。是啊。我后生倒注意啊。啊，爸爸，在下本人我啦，你大汉后生嘿。你整着我这粒记啊，整个写清楚啲。哦，有啦哈。呀，大汉查某囝是啥？我，啊你就正着。呀，第二查某囝。伫遮，我嘛有。呀。爱大孙呢？大孙我伫遮。阮后生大汉。阿公会叫你怎样上线的啦？你看这尔大，你看处理的。哎呀，啊，正常分你看记两粒。啊，迄个第二年第二孙。我冇记，嘿，我细汉的时阵伫遮，啊来愈来愈大汉，哎，就生落来啊，落过来啦。我伫点什么来我食啦？哦，我老爷来吃啦。阿公你个单一龙，我姓彭，我咧等你动，我来一家伙团圆安尼真好。哎，是像讲即马就要食饭啊？叫等。一年过了，恁就袂记咱厝的规矩，有祖先啊传来规矩拢袂记啊！哈，食饭进前一定要严谨配。
赢的人才有资格通去食饭。唔是爸爸，因为吼，你囡仔人较无要紧，因为代谢较紧，会牵的腰。啊，我这种的，外口做是等我摇3工无食呢，无食袂使啦。哈哈哈。你那摇3工哦？嘿啊，哥哥嘛摇这久啊，哥哥，我3个月无食。你看我无食，你看，爸，你看，我这3工拄好尔。来，阿公，你要看来啊无？阿公，恭喜发财！够无诶，我足久无看这物件嘛，无诶来啊！排面卖摕出来。哎，这种地道的咧，拢点点吼。我讲较清楚咧，毋是讲我这做老的讲我确实无恁食饭，这无道，这是咱祖传的规矩哦，嘛毋是我规定的嘛。哦，啊，赢赢的人会使食饭，赢输的人就去边仔看人食饭，吞嘴那吞到饱。好啦，阿公，来你先讲要怎样嘛？白饭拢来，来，即摆先来赢饭。啊，一项哦，一项赢哦。我无咧，赢的人独赢吼。好，这饭拢伊的啊，无咧。我来，加多石头哇！清清楚楚，恁这的戆啊，恁这是的，拢出纸啊，敢若我出加多加加，你赢遐济饭，你敢食得你了？会烦恼我，这是规矩啦。准备。啊，你食遐济会的是管不要紧，啦。不要紧，咱不爱食饭不要紧，咱食菜去，来食饭。菜嘛是共款，啊！等一下，来，什么人面头前的，个人认对，啊，这2项算恁两个，哦，这2项算恁这家伙来的。好，今麦来恁2项赢这2盘菜啊！咱袂当，弟弟，咱加油，咱加油1、2、3，加油！好来，来啊，赢点配。哇！地蛋，哦，啊，你若出步啦，我他们出步，我的顺波，这叫抓抓啊，袂使步哟。好啦，步啊，步好，抓好，这2个拢我的。的啦，公。哇，恁这家伙啊！伊敢会搁要出家刀？应该是袂，应该会换啦。我感觉迄个搁出家刀。我跟你两讲，吼，这老的个性我足了解，我了解伊30几年啊，伊无可能搁出家刀啊啦，爱出这就赢啦。干嘛呢？参详了未？哎，参详了，当作我拢无听到呀。无啦，你耳刚当啦。对啦，阿公，我拢听到咧。啊，你听无啦。来，这2盘做一摆吼。我做一摆吼。来，赢跟配。有看无？有看无？阿公啊，你敢食得了？这无法度，我先食到15，迄是我的代志。食到元宵嘛，吼，啊，恁就到边仔看吼。哎，哦，你红诶，我毋是我咧讲，啊恁安尼讲，啊恁我形象我毋是养哦，我是养哦。养啦，你是电话哦。阿公都无互你养你。养啊！我这跳过人过，我还未养着呢。啊，袂养啦，佮养。养啦！你是咧想着咱2个红啊某，我赢就是你赢嘛，对毋？咱总赢起来，咱将一盘咧公鸡食敢无？安尼哦，啊，公鸡食哦，是要无哪有咧公鸡食的啦？大家恁大家人都嘛有啊，我都无我恁某呢，哪会当咱跳过啊？啊，这是毋是恁囝？是啊，我生我当然嘛是阮囝。你今年几岁？爸，我38啊。 30岁啦。恁囝30几岁啊？嘿，你嫁我就30几年啊？无错， 38嘛。对，30岁。 38年来，我拢做顶摆，你拢做下底，你拢我底，你敢？啊，迄是我娘你的啦，啥来讲这种话啊？大家来讲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听无呢，拢听无恁在什么意思讲啥？无啦，阿爸无，规气你演一摆，哎呀，啊，唔通啊，过年啊，关系安我怎？今摆来讲食饭的代志。代念啦，好，带念。代念你互我换，无你互我陪我30几年的面子的情况，安尼好，我等一半袂，你真正无啊，真正要甲我养就对。无错。好，等下，我是讲，恁阿公即届吼，敢会搁出迄家刀哈？哎，阿妈，我跟你讲，歹讲。无阿妈，我甲你讲，已经遐济头，阿公无可能搁出家刀啊，无一定会出石头，我感觉。啊无我出纸好啊，诶，会使出纸好，安全，恁参详好啊呀。无问题啊，嘿，来，阿妈加油！阿妈加油！阿妈加油！加油！阿妈加油！阿妈加油！真
牙甲刀棍头。你甲看卖，老的老婆听，恁这少年的较当兄，恁边咧用这支家刀随啊随，甲恁加条规刀菜拢当我的。像安尼，杨建配到尾拢当我赢，这款的情形有两句俗语会当形容。第一句叫做坐伫马桶客瓜子，第二句叫做面皮来放屁。拍无过来，来请。哇！全台湾的电视台，唯一录影菜是烧的，甲咱阮遮尔。我头，真正的，真的你像迄食饭拢是菜便当轻轻的尔，咱是真正叫几道的来。叫几道？所以我食着啊，我这样，我都买拢互一个你赢去料。啊！连尾落煞地当食。哎，你到底听无？主要迄两句哦，第一句叫做坐伫马桶客瓜子，第二句叫做面皮来放屁。战胜第一句的野手。过来，恁两个大宝来这边来。阿婉啊，甲阿雄来。哎呦，来，好来，恁吃饭，恁两个一定经面皮来放屁。是。好，先问你啥啦？因为我感觉你面皮来放屁，买啊拢家己片，家己摕，家己食，自作自受啊！我家己创的拢我的啊。哎啊！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欺负家己人的意思。欺负家己人的意思。因为一般来讲，会甲你教一领面皮，拢是甲你做亲近的人嘛，比如讲某嘛。啊，你伫面皮内底放屁，你就臭着另外一半嘛。安尼是无好。有拢有道理。你是经坐伫马桶客瓜子，是安怎？因为你家己一个人咧坐马桶，我家己咧抱过去，对，我就无聊。就 lonely，一蹦一蹦，嘿，意思拢拢你的啦，拢你的。有 lonely you，还是 only 啦。哦，对，你感款意思吗？无共款。坐伫马桶客瓜子，就感觉足松势。哎对，哦，足轻松的。啊，面皮来放屁，就是加做的。因为你甲面皮来，面皮含起来，安尼屁嘛是共款屁会掉啊。有理啦，来老师，第一个坐马桶客瓜子吼，咱是安怎去坐马桶？要要甲黄金吼，甲用我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黄金的量较济，毋过你客瓜子咧，就一束刷哦，你食一束束啦，毋过你摆黄金足济，嘿，对，迄个啥？做鸡做鸟讨食，做牛做水牛落屎。你食足少，毋过安那？放足济，放足济，就讲咱趁足少，毋过咱开一开足济，安尼后摆一定无法度甲钱欠落来。啊，另外是讲面皮来放屁，普通咱讲即个人啊做到臭蛋，咱就讲啊放屁走风尾，风头你也放屁伫风头，大家拢闻会着。啊若放屁走风尾，你去边啊啦，莫来遮乱安尼吼，你放屁够臭，莫来我臭蛋啦。所以若讲普通放屁大家闻会着，毋过你若面皮来放屁咧。家己闻会着啦，就亲像一个人食圆啊，迄叫啥？独吞，独吞，哦，面皮来放屁是独吞，啊，像我规道菜拢放过下，所以应该是独吞，所以应该是面皮来放屁。今仔日真正迄个过年到吼，开天眼啊，开天眼，伊毋捌有着。应该用的，我讲。啊，大家赢拢是我一个人，无就是两个人。哦，诶，水哦，独吞，厉害厉害厉害诶，特别甲泡泡过者。